来看台南哦，逐当的寒人拢有上万只乌道鸟会飞来过冬。最近哦，都有民众伫北门迄个上万只乌道鸟，真壮观的画面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上万只乌道鸟尾暗仔的时阵，搭着水面飞来飞去耍水，整齐定型，就亲像军队同款。民众红友就将珍贵的画面翕落来。台南近期乌道鸟数量大爆发，北门内海最近一到尾暗仔，都有真侪鸟友甲民众来欣赏这个壮观的画面。很不可思议啊！从来没有看过说那么多的鸟，就很精彩、很壮观呐。很久以前就开始到这边来了，所以可能他们也都知道这个点啊是可以栖息，是可以觅食，然后又可以渡冬，对他们讲可符合他们的需要。因为这边也都没有什么污染啦。乌道鸟每年10月到11月左右会来到台南北门嘉义布袋沿海渡冬。有鸟友观察北门这2冬乌道鸟来访的整体数量减少真侪。红友志表示，以往到年底北门的乌道鸟就会渐渐离开，想袂到今年底颠倒变侪。我们之前的观察是在12月中以后，应该是慢慢的就减少，甚至没有了。可是呢，最近这几天也经有几位好友的通知说，井仔角的黑腹雁哦，好像很多了啊！于是我前几天有去观察，真的是非常多。根据鸟友甲台南农业局观察，乌道鸟会伫尾暗仔规定做伙飞来飞去，除了是要训练鸟仔飞行以外，嘛有共同境界天敌避免风掠去的效果。欣赏乌道鸟的时机就要结束，管理处甲鸟友提醒，想要把握最后机会的游客欣赏的时阵，千万唔通惊动鸟仔。记者台南报道。